对，上红烧的，对，全部都要2条，这2条，对。然后有鱼，这个鱼跟那个另外小的鱼，再加一份。对，这一整天有了。然后这个然后我们有煎的鱼，有红烧的，对我们很鱼汤，还有螃蟹，对，我们有。对，然后4样，然后再加这个3样，我点的这个椒盐葱卷，3杯葱卷，我点了一个3杯葱卷。市场点好了吗？点好了。对，刚才在市场买的鱼，现在他带过来这个餐厅，然后都没有他们帮我关系。们煮，他们帮我们炒一炒，然后吃，这个东西是蛮特别的。对啊，在意大利不会这样，在意大利没有人。这是台湾，这不是意大利。对，我们吃到肚子里都平安健康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买的鱼，我们有让他们处理什么样的方法处理？哎，那个就是很丑的那个鱼叫什么鱼的？安康鱼，安康鱼煮汤，安康鱼色汤。一个煮汤。对，然后那个眼睛大大的红红的那2条鱼啊，半咸的，就是有点酱油那种半咸的鱼。红烧这样子，对，然后还有6条小的那个深海鱼，有那个就像那个热带鱼那样子，那6条是用煎的，干煎。然后还有小螃蟹跟那一只红鲟就让他们处理，看他们怎么弄，就他们怎么弄就怎么弄就对了，怎么弄怎么吃。结果你跟店家点的比你自己带的还少哎。对，我们带了4个，所以不是好的客人哦。这不得给吃。没关系，给你稍微吃。这里有鱼，4单，好可爱哦！你看，刚刚在讲那个哥哥，每个礼拜都跟我们连在一起。这个鹅啊酥，然后也炸得很漂亮，会吃吗？对，我们哇，这个鱼汤就是那个买那个肉很嫩那个，我们的那个是对，就是牙齿这样张开安康鱼嘛，对不对？对，这个煮鱼汤很好吃，很软。这个皮是不可以吃的。它有鱼鳞，它的鱼鳞很细，它不刮，所以它不刮鱼鳞的，就是整个把它掀起来就好了。它这一看吃就不会太痛。这个是什么东西？红鲟，然后都是蛋啊。我们刚刚在市场买的。买到一个很好的价钱。对啊，超级赞的。能帮我们。我们用1/4的价钱买到了这一只，对不对？而且很肥。太厉害了，杀价女王。这个给你吃，这个我吃。你吃给它拍照片，就这样咬。要剥开吧？这个可以这样用咬。上面不是从这样子到这样子。好，谢谢。对了，谢谢。好，谢谢你。他帮我处理。你先。所以现在要怎么？先吸那个。先吸那个。吸这个，对我沾过了。沾过了，先吸。它已经有沾过了。没关系，那不会。那个还好。那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家这个。这是它的酱料。你要吸它的蛋。对，先吸。对耶。结果。然后再一个就拔。赞，好吃吗？蛮特别。美美。对，把那个壳拿掉，然后吸它里面的肉。所以你要用吸的，这个不可以用咬的。对，应该是可以嚼一个。对，把硬的拿出来就好了。野蛮人呀，会吃很棒哎，厉害。对，把它折开，对耶。这个鱼看起来也是好吃的。哦，太厉害了！不用这个。可以从这里。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可以用大一点的。都是大一点，用这个，用那个大一点的，对 ，no， 这样，啊，
飞，哦，把行，它推出来。出来了，出来了。现在有没有推出来了？哎，一辈子没对，推到底。浪费这。块一块，太尖了，要用粗一点。挂挂来挂挂，对，哦，等一下，拌一下，慢慢来，然后有这样，把它这样示范一下这一节折开就好了。啊，然后呢，这个从这里拿掉。这里就可以穿下去了，这样穿下去。哦，掉了。这螃蟹的穿甲。来，帮我递完。我跟你讲，这样子是整块说出来的。你假如说不想整块的话，像我们有时候懒，就这样从这里牙齿这样，直接用咬的。对，就牙齿把它推出来这样。这么认真在吃饭。 L'ho aperto e c'è tutto lì, vedi? 啊哈，也可以，也可以。它很棒哎。Fai così, fai così, papà, fai 对， così. 你会吃，好厉害 Poi lo 了。 apri così, 啊， vedi che tutta la carne che viene fuori, vedi la carne, vedi la carne. 谢，婆哎，啊，蟹，这个是哦这里这个是另外的小螃蟹，对，是一样的。这看起来也没有，这是不一样的品这种的螃是另外一个蟹。品种，小的，也是活的，我们也是活的。这个你妈妈看到你吃这个鱼，她一定觉得佩服你，所以在那边敢这样，就是会这样子吃鱼。有厉害吃吗？慢慢比较小心哦。哇，厉害，很棒哦。4条，还有一条那个，有一条那个不同颜色的。是没有装，对啊，不同人吃掉了。是哦。 mangia così. 让你妈妈羡慕一下，她妈妈也很爱吃鱼呢，真的哦可是不会，嗯而且威尼斯的鱼非常的贵，这个跟刚才不一样，对不对？这个鱼肉很细，要软软的，对，更软，对不对？比较软。很细的。还是要小心吃哦。你吃慢一点哦，有对刺，，万一有刺你，对，卡到是很麻烦。要送那个耳鼻喉科。今天我看马金毛吃的这么高兴，我就很开心，对就开心。对啊，他真的很少，因为我是不吃鱼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我吃的吃鱼吃那么尽兴。谢谢你给他这个机会吃那么多的鱼。哎，这个小螃蟹也很多肉哦，有肉对，蟹脚里面很多肉，però sai che比较好吃。那都给你吃。比较软烂。